欢迎收看95后女老板工作 vlog 变美日。昨晚2点才到祁阳，一早约了顾客，根本起不来。今天大白做专场，我要做项目，擦个护肤品就出门，穿个小裙子搭配我的心情，颐和清谈我真的好爱，哈哈哈哈！妥妥的学生妹好吧，来不及吃早餐了，拿2个酸奶去公司，芒果拌酸奶也来2个，抓紧时间下楼，没时间去洗车，都结网了，真是上辈子造孽，这辈子干没定，好好干吧，指不定哪天就发财了。客户已经在操作了，先填一下肚子，坚果来2颗，拌一拌，暴风吸入，工作的重担要按了我的背。抱抱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根本抱不够。设计全脸轮廓固定方案，今天我丑没关系，要给宝贝们飘飘亮亮。继续设计，疯狂输出中。涂大白非常难约，能约上很幸运。专业陪打30年，轮廓固定越早做越省钱。今天接了14个顾客，大家对我出的方案都很满意。上次进修后，我的审美又提升了不少。我全程陪同宝们就没那么紧，抓住一个空隙赶紧上。做项目我很乖，来吧，青春保鲜剂，让飘飘来得更猛烈些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睡得像个200，是真累。推门声这么大都没醒，来看看今天的美丽成果吧。下期见喽，宝们，886。